来看景气的消息，台湾经济研究院今仔日公布讲，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2.58%，这是比去年年底估计搁较减少。意思就是讲，要保3%是真困难的代志。学者也表示，受到国际经济无好的影响，今年的经济成长也是靠咱国内的消费，佮有政府投资来救，前景犹原是真无乐观。台湾经济研究院3日公布，台湾2023经济成长率2.58%，偏去年底估计数字下修0.33%，也比主计总处估计2.75%较低。大家认为，受到全国去年通货膨胀、货币紧缩等等冲击，经济成长放慢，影响会延续到今年。国际情势上半年可能表现乐观程度并不高，所以我们的贸易跟我们的投资，尤其是民间企业的投资受到一定的影响，所以我们主要下修的部分在于贸易的表现，还有民间企业投资的表现。至于我们内需的消费，还有我们政府的投资、公营事业的投资，其实是今年支撑经济的主力。大建表示，虽然中国疫情管控放凉，可能带动国际经济，但是会使带动偌济社会形态敢未改变，拢搁爱观察。伫台湾关注的资通科技产业部分，因为主要国家经济表现无好，消费性电子产品需求减少，今年的成长爱看国际趋势。那半导体在高阶制程这个部分，大家都知道，很多 ICT 业者都说他们上半年应该库存上半年可以打掉，但是下半年到底有没有新的需求？要看通膨。有新的需求才会回补库存。另外，大建观察去年12月制造业甲营建业连续2个月未来景气看好度提悬，但是续落来国际情势变数也阁真大，短期趋势也阁爱观察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